為而家呢啲年輕人咧都係唔中意結婚，生小朋友，係中意有啲貓貓狗狗。係好多。係你可唔可以介紹下你自己個呢個諗法呢個睇法？養一個小朋友，你付出嘅精力啦、金錢啦係好多嘅，但係養一個貓狗咧，相對嚟講咧係少好多嘅。同埋咧，你知道依家離婚率都好高啦，單身率都好高啦。咁究竟時下年輕人究竟覺得係佢需要揾一個伴侶啊？呢個伴侶可以係人，亦都可以係寵物啦。寵物嘅世界就佢唔會有背叛，佢只有忠誠。你永遠唔需要驚你自己養嘅貓或者你養嘅狗有一日佢會變心，佢會出軌。另外一樣嘢咧，我亦都係做咗呢行之後我發覺嘅就係，咁你會發覺好多同性嘅戀人，咁你知道冇辦法有下一代嘅時候咧，就係佢哋愛情嘅一個延續。我覺得主人對於寵物嚟講咧，佢哋嘅嗰個輸出嘅愛咧好單純，佢唔會好複雜咁要你回復，即係回報翻佢。譬如咁，我係因為小朋友而去接觸貓狗嘅。2023年之前啦，2024年之前啦，啲貓狗可能我會離1米遠。我中意睇，但我唔敢掂。當自己養落去之後咧，發現咧原來呢啲都唔係問題啦。同埋咧，養咗小動物之後咧，我會發覺我自己啲小朋友咧，佢哋嘅包容性會多咗，同埋佢哋嘅愛心啊各方面啊，其實係對我嘅小朋友嘅成長咧係一個好好嘅幫助嚟。係養咗寵物之後咧，係你對小朋友個態度係有一個唔一樣個變化咧？可能會睇簡單咗咯，即係冇之前咁自己冇咁焦慮。因為我女讀中學，升中學咧，尤其是升中一啦，我自己會有焦慮啦，我會好緊張啦。養咗貓狗之後咧，分散咗我嘅注意力啦。二來咧，親子之間嘅關係會好啲嘅，因為大家唔會再淨係講成績噶嘛。咁我會講下啲貓今日嘅情況啊，啲狗今日嘅情況啊，有陣時講下佢哋啲趣事啊，咁大家一齊去照顧貓貓狗狗嘅食。咁佢哋經歷一啲好醜怪嘅時期，又經歷過甩毛嘅時期，又經過啲好曳或者佢哋生病嘅時期，咁大家一齊去照顧，個關係會好咗咯。有冇經歷過係貓貓狗狗係到咗一定個年紀之後，跟住佢係過世？因為我都係叫做新寵嘅主人啦，我照顧啲貓狗其實都係1年幾嘅經驗，比較淺。咁我自己啲貓狗最大嘅都係1歲幾。呢隻貓咧叫 Diamond 啦，因為咧佢上個月就確診咗貓嘅腹膜炎，喺貓嘅病裏面咧係致命率最高嘅。咁嗰陣時咧睇過2次獸醫咧，獸醫都係話佢捱唔過噶啦，即係話可能會隨時窒息而走啦，好多併發症啦，各方面啦，所以好多時間去照顧佢，包括要少食多餐啦，要每日打針啦，咁要留意佢嘅大小便啦，佢嘅情緒啦，各方面啦。呢個哋係一般係比養狗好啲咧，係咪養貓好啲咧？香港地咧就居住嘅環境咧，有陣時有啲限制嘅，咁養狗咧會比較難啲，因為狗需要去發泄佢哋嘅精力啦，咁佢哋要帶佢出街要多啲嘅。但貓咧相對嚟講係安靜嘅，貓唔需要每日出街放風。咁如果你係一個工作好忙碌嘅人，咁我覺得貓會好過狗咯，因為狗係好